各位乡亲，新年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11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是初二，祝大家健康平安，事事拢顺遂。所以咱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明仔载透早中部以北的气温可能无10度，各道会出现上北的车流，下晡部分路段有高乘载管制。威少阿比亚带动高雄轻铁的运量，测已超过9万人创纪录。新加小琉球的电放率达到3成，是15年来上歹的。爬山就要注意，昨昏一个领队爬玉山跋落山坎，下面有一个男性家己行动半路昏去，2个人拢不幸过往。今仔日各地是真好天，透早因为辐射降温的影响，台北出现9.8度的低温。气象署提醒，明仔载初三透早中部以北的低温，也是有可能伫咧10度以下。日时就会开始回温，也若高速公路为明仔载开始会出现上北的车流，提醒民众下晡1点了后，国道1号、3号部分的路段，也有国道5号上北的方向会有高乘载管制。日头出来，更多是等于外头出的日子。国道车多，高公桥高升，正月初2全港的交通量差不多平常时1.5倍。其中国道5号上北伫尾暗6点高乘载管制结束了后，佫出现上北车流，每一个交流道拢摆甲长路路。从上午10点开始就车流量大，有车速下降。那预计这个情形会到深夜才疏解。高公桥有讲，正月初3中昼过后会出现上北车流，所以由下晡1点开始，国道1号下行系统甲头份，甲国道3号的原行系统甲德南，各交流道上北入口拢会高乘载管制。国5号路东基南甲头城上北入口，伫下晡1点甲6点高乘载管制。因为受强烈大陆冷气团加上辐射冷却效应影响，气象署提醒初3透早中部以北也是要注意低温。明天清晨局部地区中部以北还是有可能达到10度以下低温，像是北部像是桃竹苗，依然还是有可能达到甚至8度以下低温都有可能。初3之时，强烈大陆冷气团减弱，中部以北高温22度左右，全台气温拢会豆豆回，一直到10到初7。东北季风小可增强，北部甲东北部天气过会转凉。记者综合报道。今年1月份，高雄轻铁是全线通车。在春节连假，温色的阿比亚嘛带动高雄轻铁的运量。昨昏初1一天的运量就超过9万人次，是创下自营运到当的纪录。因若伫高速公路，嘛有驾驶因为违规去互开红单。跨越轨道，一个人骑脚踏车骑伫个轻便铁路的铁轨路中也一直向前骑，这种行为互网友感觉真危险。哇，那什么，好狠哦！高雄捷运讲，这是初7下晡发生伫轻便铁路代替美术馆站的状况，当时列车拄好2站无影响到，也个民众违规的行为，应罚上悬7500块的罚款。高雄轻便铁路一个全线通车以来，运量是愈来愈悬，这个车运量来到9万6千多人次，超过轻便铁路营运以来上悬的纪录。感觉很塞很挤，然后还算平稳。有黄色小鸭的活动，吸引了相当多的民众，再加上轻轨成员服务的范围增加，所以呢，在昨天轻轨的运量达到了历史的新高。高捷公司推估甲黄色小鸭以及爱河活动有关系，加上高雄天气较好，伊个是过年，民众较会出来行动佚佗。不过出来佚佗的人多，也较会发生一寡状况。麻烦靠右，麻烦靠右。这个车即天国道10号西向燕巢路段出现2台大型的机车。为执行禁止行驶必要，由巡逻车在后方警戒，骑士自行牵引由燕巢交流道离开国道。另外，这个车刚暗头国道1号北向12公里内湖路段，也有一台小客车开唔对方向，两件拢因为导航唔对开上国道，后续警方协助排除，也开单来告发。记者综合报道。新正年头，民众出门行村，根据观光署的统计。为咱人29到正月初4这6天，昆定整体订房率差不多是6成，小琉球干那3成外。有业者都讲，疫情了后，大家出国佚佗，今年算是这15年来生意上歹一年。
甲饭店规片头门拍开，外口是温暖的日头。这个初二花莲的天气袂歹，不过观光署年前统计，显示对过年前一天开始，过年前6天的平均订房率以标日观上悬有6成满，花莲今年只有大约5成1。今年的过年呢是落点在寒假的结束，那初5、初6就要开工开学哦。那其实蛮多的家长也会因为这样子呢，减低这个出游的意愿，客人还是在观望这个春节相对比较高的房价。不过业者也讲，这几天有游客订房间，订房率应该有6、7成。也来以往过年出游热点，垦丁根据统计，整体订房率大约是6成。也不过以往正月初1到初3，房间拢订满啦。今年平均订房率却只有8成，小琉球更加落到只有3成外。业者讲是近15年来上歹状况。很多的都会区今年的春节表现是不错的，那表示说呢，就是垦丁地区是不是考虑它的价格应该下修？如果不下修，那当然就是大家会去选择其他的地方。也垦丁的旅宿业者认为，疫情过了后，民众出国旅游增加，过年这段期间也是出国的高峰期。有专家是建议讲，业者是不是考虑过年假期改变行销策略，房间介绍更较低来吸引消费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在台北市的文山区，早起发生2件有人偷放火案件，这2个拢是同一个人做的。透早5点的时阵，有一架3轮车盗火。1点钟了后，有一个顶仔卡规排乌托摆是火烧了。警方调监视器在附近抓到这个嫌犯。经同仁赶往第2现场时，见路旁行人形迹可疑，经盘查身份、调阅监视器确认嫌犯无误，该将仲某男子依刑法公共危险罪、毁损罪现行犯逮捕。有关这个案件，警方调监视器的时阵发现讲，这个67岁查甫人，伊伫放火进前走去顶仔卡，徛伫乌托摆后壁，了后画面就看到有火，规排乌托摆都安尼烧起来，而且乌烟嘛一直冲出来。这居民是惊一个，赶紧报案。当咧拍火的时阵，发现嫌犯煞是踮伫边仔咧看，警方确认身份了后，已经甲伊抓起来。根据警方的调查，这个嫌犯乌白放火已经毋是头一届啊。伊捌伫中山区、文山区、信义区，还佫有南港出现。即届又佫犯案，估计即个查甫人除了会面临刑责以外，嘛有赔偿的责任。再来关心山难的消息。昨昏初一，有一个为北部来的登山队，因4个人被爬登南2段，煞伫经过玉山北岔路口的时阵，34岁姓池的领队煞是摔落400米深的山坎，当场全无性命现象。另外，台东县的消防局昨昏嘛接到通报，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伊家己一个人去爬嘉明湖，煞伫半路昏去。今仔日早起找到伊的时阵，是已经无喘气、无心跳啊。冷风秀秀叫天气冷机机救援人员有这个安全锁啊，准备沿这个结冰的山路行落去，每一步拢爱真细腻。倒梯行到400公尺深的边坡，总有看到摔落来4次的领队，不过已经无性命迹象咯。空军直升机也21架离咱的4次的领队，甲其他3名的山友送落山。这个来自北部的登山队拍算趁过年的假期。爬到南2段，有加15队台东的向阳落山。不过因为步道结冰真骨，一行人行到玉山主北方三车路口时，4次的领队无小心绊倒，下落去400公尺深的边坡。气温偏低，那再来就是说又下雨，那刚好行经到那个位置的时候，路面结冰，所以又湿滑。另外，伫台东找15山友发现，伫嘉明湖国家步道9.5公里的所在，有一个姓陈的山友倒伫涂骹昏迷。虽然赶紧来通报消防局，不过因为山区气候无好，救援人员才一直接触到这患者，不过已经明显死亡。空军也赶紧完成吊挂落山的作业。独自登山疑似因身体因素而造成的意外死亡案件除了对自己的能力、疾病要有充分的了解以外，相对应该需要带足保暖装备。警方初步研判，这4单查甫人是家己一个爬山，不过确切死因也要进一步来调查。专家讲，爬山除了爱考虑家己的能力，嘛爱避免家己一人爬山，才会用降低这个意外发生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新历的2月初10是印尼的大选，
合法造势上尾一天，三个候选人把握时间拜票。伫雅加达的街头巷尾，人是拢踢倒街。伫印尼有符合资格会当投票的选民有2亿外人，其中17岁至43岁占55%。这候选人是拢真拼死，伫咧无共的社群平台咧宣传，要来争取少年选民的支持。不过有学者就烦恼讲，这平台假信息是赢赢飞，有可能会对大选造成冲击。造势现场拢是人，支持者睇到未堪地险险昏倒，工作人员赶紧将有上台肃新鲜的空气。今年总统大选14投票日前3天是顶前期，禁止所有竞选活动，70是合法竞选的最后一天。各省有将近10万人到首都雅加达的主体育场参加民调领先候选人普拉博霍的造势集会。也对手阿尼斯的造势活动是伫雅加达另外一个体育场举行。可算有超过8万的支持者。另外一个候选人甘查尔是选择离开首都，等甲民主奋斗党传统的票仓中抓花来举行竞选活动。印尼是世界上第4大人口大国，差不多2.05亿个人有资格投票，其中55%的选民是伫17岁到43岁，前希世代甲Z世代。候选人拼命要争取这少年人支持，因为韩国流行音乐伫印尼真受欢迎。民调领先的普拉博霍出奇招，选民若伫广告看板头前翕相上传到 IG 或者是 X 平台，就免费得到韩国上强女团 BLACKPINK 的演唱会门票。Mungkin banyak pemuda atau penerus bangsa Indonesia ini yang awalnya tuh tidak peduli dengan politik gitu. Tapi dengan adanya capres atau cawapres yang kecimpung ke dalam bidang itu, mungkin beberapa K-popers ya itu jadi kayak wah kayak saya ikut excited gitu, jadi tertarik terhadap politik gitu. 印尼3组候选人伫社群平台一直咧广告，有学者烦恼社群媒体充满假信息甲谣言，对大选可能造成冲击，而且威胁印尼民主。根据并且某公司Meta数据。普拉博霍过去3个月，伫官方面册甲相关账户开14万4,000美金，合大票452万的广告费，这差不多是甘查尔2倍，阿尼斯3倍。公司新闻新6倍变现。匈牙利的总统罗瓦克是匈牙利上届少年，嘛是头一个女性的总统。这个总统因为下边一个讲性侵的查甫人，是引起众人大力的批评。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伊伫2月初10宣布辞职。前个示威者伫匈牙利总统诺瓦克的办公室外口大声抗议，要求伊落台。因为诺瓦克伫去年4月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来访问布达佩斯期间，宣布赦免差不多24个犯人，其中一个儿童之家副院长因为涉嫌叫标遭到性虐待儿童撤回告诉，遭到法院定罪。46岁诺瓦克面临国家舆论真大压力，伊伫初10透过国家电视台宣布辞职，佮表示要向遐伊伤害过或者是感觉伊无为受害者挺身而出的人回失礼，也承诺即马甲未来拢会保护囡仔甲家庭。Államfőként ma utoljára szólok önökhöz. Lemondok a köztársasági elnöki tisztségről. 诺瓦克原本是家庭政策部长，伫2002年3月，成做匈牙利第1位女性总统，也是上少年总统，是总理奥班的盟友。自从媒体伫顶礼拜报道这项特赦决定了后，反对派就一直要求伊都要辞职。Hát én örülök neki, de ezzel nincs megoldva, úgy gondolom. Utána élethosszig tartó jutalmazás, testőrség, lakás, pénz, és azt mondja, és 为了挽回民心，总理奥班伫初8暗时亲身向国会提交一项宪法修正案，要取消总统有特赦侵害囡仔罪行的权利。公司新闻新6倍变现。在新政期间，要受未少国军甲海巡人员坚守职务伫值班。总统蔡英文专工去海巡署深澳渔港安检所，也有陆军干道指挥部，感谢这人员辛苦的付出，让百姓会当安心过年。来到安检所受到热烈的欢迎。这个随日，总统蔡英文特别到海巡署的深澳渔港安检所为免留守的人员，除了听干部也关心海巡兄弟的困务，也个长边检海域的紧急救援情形，而且也个发加菜金加福地，感谢因春节留守的辛苦。祝总统新年快乐，万岁！
跟他介绍我们的救难英雄。我们的头人很年轻，可是已经救了很多人。那自己本身都有潜水的执照，所以保护人民的安全做得很好。关止部，加油！那关心海巡兄弟，蔡总统也到陆军干道指挥部为免流失的国军官兵，了解因普通时正式训练的付出甲成果。监管也发加菜金甲福利，感谢因辛苦的付出，和个人会当安心过年。弟兄姐妹在战训本务上都有很好的表现。那么最近更执行的核防战备等任务，来强化部队的应变能力。我也要期许各位勤训精练，持续拿出高水准的表现，让国人对国军更有信心。除了会面海巡甲国军，蔡总统也到乡会正旺的北投干道乡参香发福地，这个设立行程是百家满满。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初二，是查某囝日，嘛是等后头厝的日子。台中市太平有一个姓张的家族，因人是真大庞。当年的初二转来的有要600个人，其中上介济岁是102岁，上细汉的敢若1岁外尔。嘛因为人数济，因办桌都爱分中昼甲暗时分2场来办，现场是闹热滚滚。总部师无用伫准备食材，另外一头的师傅嘛当伫无用争地作业。为着台中太平张家5代转来后头厝，过来工作人员一早起都非常无闲。你几点就起来船啊？5点多吧。31只。晚上11只。请老板遐济多。人客济。过年初二是转来后头厝的日子，台中太平张家，但年拢有大批亲友，伫同一天来回到厝内底来团圆。而目前张家已经5代同堂。上济岁长辈就102岁，而上细汉的，敢若1岁1个月。我跟他差了100岁，又想要怎么叫他嘛？知道他怎么叫？可能比阿周再大，有点还不知道。台中太平张家，当年伫浙江拢会举办大规模的办桌，直到今年因为疫情停办，这场机会一办就是20多年。家族成员经过几代开基散后，今年转来后头厝的人数是成长到将近600人。而当地里长嘛是家族当中的一员，不过嘛烦恼少年一辈是唔敢生。当然是好啊，系啊，也要古早算阮张家算啊大家族啊，大家拢生做这。通通有，也有北部也有南部的啦，高雄比较多。张家长辈表示，因为普遍较晚结婚，而且少年人想法嘛改变，嘛烦恼家族无生活，希望新界少年辈会使多多来加油，嘛希望将这项传统年年继续延续落去。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为了提升生育率，也有解决少囝化的规矩，台北市的社会主体为今年开始，针对厝内有2个以上0到6岁囡仔，提供加签的机制。互抽到的机会会当增加。不过，民间团体认为讲，托育上界根本的问题，要是灵母的卡手无够，这嘛是政府爱合法面对的问题。真快中庭一楼道幼儿园过节车路，还有卖场会买物件真方便。这是台北市古庄路特别完工的社会主体。未来若要随人，会针对有2个以上0岁到6岁囡仔家庭提供加签机制，互着考的几率佫提悬。提高就是育儿家庭的入住的几率，所以我们大概在新完工招租的社宅会针对育有2名小朋友的家庭来提供加签的机制。另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去年已经开始实施，就是针对育有小朋友的家庭的部分，每育有1名的0到12岁的子女，我们就是在租金的部分会再折减1000元，那最多是3000元。台北市府统计，台北市出事人数为2015年每年降低到2022年，就14518人出事，创史上新高纪录。为提高生育率，台北市推出优先育儿5大政策，包含生育奖金加倍发、协助学龄基础、社区育儿家庭协助、托育补助等。今年要完工随人的古庄社会主体，都是第一个适用加签机制的社体。诱因不大，对我来讲没什么帮助，因为小朋友就是他所花费的更多，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口吧，然后可能还是希望能多支持，让小朋友养到超过6岁之后，或是补贴多一点。政策方向是 OK 的啦。台北市目前来说更严重的问题，应该是台北市应该要再更招募更多的保姆。
民间团体认为，同样根本问题也是伫个领保尽力报告，因为根据统计，2021年全台有27134个领保，50岁以上占总人数6成以上。未来10年之间，有16000外个领保会豆豆退休，若无少年人来执行，国内人数恐定只剩一半。未如何解决家长的托育，也是政府应该严肃面对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台东一个外海的社区，初一暗有民众因兜出现野生的假生影，初步感觉这是真好的吉兆，所以就该合作时来福。然后专家讲，会出现伫咧徛街附近，这假生影主要是想要找食的。徛街边仔的水沟啊，听到有声音，叔叔摕手电照看卖咧，原来是几只排着非洲产类壳的假龟蟹，伫正个初一暗到厝内。叔叔感觉因正古水，甲因当作听不伫咧饲，认为因伫咧过年期间来厝内是好吉兆。来福，觉得它好可爱，它是我的宠物啊。为了它，我的水沟都没有清，都放了一些饲料给它吃，还要放很多的水。叔叔讲，其实已经就捌看过这种假龟蟹，而且1个月头正9月饲了，无想到今年正月初一，因又搁来厝内过年。要招待因食一顿好料的，生态专家讲，这是一种伫南部甲东南部海边啊温暖的海华林附近定定看到的低温绿假龟蟹，若较大只有可能超过10公分。暗时会伫咧海华林下骹找微生物食，骹正大只，行伫咧电路顶头时阵定定叽叽咕咕正大声，会出现伫咧徛街附近，可能是较温暖、较有通食。在台湾的寄居蟹里面它是仅次于这个椰子蟹因为外面食物比较不足够，所以说它到人的家里面去找寻食物。不过专家担心，人为的开发，互因的栖地愈来愈细，而且因生活顶派伫咧保护因的身体的非洲产类壳愈来愈少。虽然这么也无立刻的生态危机，不过也是需要大家关心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回来看明仔载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0度，上悬23度；东部地区上低7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9度，上悬25度；东部地区上低10度，上悬22度。来看外岛地区9度至1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 AM 新闻。今仔日是初二，祝大家平安顺遂、自在欢喜心。我是丹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